很快的。哎呀，小寡妇啊，俺就喜欢来你这儿打牌，这手感又滑又润，摸着就爽利。啥时候给俺也整一套呗？那你可说晚了，剩下的边角料都拿去做传国玉玺了。玉玺？切，不想给就直说，还玉玺？你咋不说你弟是皇帝？哦，对了，你家当年救的那个小子有信儿了吗？哎哥，别给我提那白眼狼啊！当年他沦落街头，要不是钱钱把他背回来，早给他饿死了。结果3年前去参加科考，吃些杳无音讯，我早当他死了。哎，红中娘，科考并非一日之功，明远要专心备考，哪有闲心写信啊？他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回来娶我的。芊芊，我陆明远对天发誓，此生非你不娶，绝不负卿。若违此事，天地诛之。我等你回来。就是，哎，万一人家真中了状元呢？哎呦，到时候你们家不就鸡犬升天了吗？我管他中了什么，要是不给钱钱个交代，老娘一炮干死他！啊！打麻将还打着个炮！玉阶踏马红绸开，状元协得牡丹来。今状元公陆府迎亲，喜地良缘，陆府明远，恭请林氏小姐銮驾。娘，你听到了吗？是明远，明远回来娶我了，娘。你坐下，是他来提亲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萧凤仪的女儿嫁不出去了。可是什么可是？你都等了他3年了，让他等一会儿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老娘是自摸清一色，今天不打完，谁都别想走。到哪儿了？继续。夫人小姐，状元府到了。芊芊，芊芊，你终于来了。明远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娶我的。相公，这位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林妹妹吧？相公，明远，她是谁啊？为何会喊你相公？这是明远的正妻苏婉言。正妻？那我呢？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当然是做妾了。陆明远，你混蛋呐你！小姐可是在家苦等了你3年，你却背着她在外头另娶新欢，你喊什么喊呢？我儿子那是当今圣上钦点的新科状元，3妻4妾怎么了？哼，这婉言呐是堂堂相府千金，你一个野丫头，那有个妾的名分，那都是俺点了。娘，你别说了。芊芊，此事一时很难解释，但你相信我，等你嫁进来以后，一切与正妻无异，你和婉言不分大小。放屁！不分大小，你怎么不让她做妾啊？笑话！婉言跟明远的婚事那是皇上亲赐的，让她做妾，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比皇上还大呀？这皇上呀，宽宏大量，要不然就你那身份，能进我状元府，做梦去吧你！娘，妹妹别生气，你与相公确有婚约，正妻之位本该是你的，只是当今陛下厚爱我苏家，执意此婚，婉言不敢抗旨，只好委屈妹妹了。你不想惹麻烦，却让我家小姐受委屈，
这叫哪门子道理啊？婉言呐，你跟着乡野村妇废什么话呀？你瞅他穿的那一身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跟明远的婚事那是陛下亲赐的，不服气呀，找皇上说去。哎呀，就是怕有些人呐，连皇宫大门怎么进都不知道哟。你以为我不敢？我今天还真就要好好问问他萧凌玉，乱点鸳鸯谱，他这个九五至尊还想不想当了？啊这！哎呀，陛下是操劳过度，受了风寒吧？无妨，朕只是突然觉得脊背发凉，仿佛儿时皇姐拿着鞭子站在朕的身后那样。皇上，您多虑了。长公主离京18年，不可能无故回京。再一个，长姐如母，当年也是为了教育皇上成才，所以才不小心。不小心！当年朕不过是逃课，倒了会儿蛐蛐，他就把朕吊起来打了3天3夜，他那叫不小心。让你逃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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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是再敢逃课，背不下兵书，老娘就抽死你！皇姐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好你！要是再看不住他，我连你一块烧！遵命啊！臣只是想起了一些旧事。陛下不必惊慌，大钱在陛下的治理下蒸蒸日上，长公主看了也会欣慰的，回来也不会无故动手的。他打仗还需要理由吗？他啊，不过朕确非当年顽童，单凭朕赐婚状元郎与丞相府这一手笔，就不难看出朕有成为千古帝王之潜质吗？陛下高明，一纸婚约既笼络了丞相，也拴住了状元，真是利国利民呐。这一次啊，长公主看到了也会称赞您的。哎，行了，这节奏已批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小林子，朕交代你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？陛下请放心，御林军已经严加防守，绝对不会耽误陛下的大事。此乃大钱绝密，至关重要，你确定万无一失？臣以人头担保，绝对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小宝贝们都别困了吧！朕今日又做了件好事，奖励自己斗会儿蛐蛐，皇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吧？娘，这里是京城，不是乡下。是啊，萧姨，禁军统领会杀了我们的。别拦我！萧凌玉，给老娘滚出来！陛下有旨，全城戒备，都给我盯紧了。是。哎，陛下这是干什么好事了？又奖励自己斗蛐蛐？你不知道吗？前几日新科状元刚接榜，陛下立刻赐婚给了相府千金，这可是大喜事啊！放肆！陛下日理万机，所思所虑皆是军国大事，岂是你能妄议的？我告诉你们，要是让人打扰了陛下斗军，陛下的大事，小心你们的酒足！萧凌玉，给老娘滚出来！萧凌玉，这名字怎么听着真耳熟啊？大胆，敢直呼陛下的名讳！你当你是长公主啊？给我打开城门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在天子脚下撒野！哎呀，疯子，一群疯子呀！陆明远，这就是你要娶的人家呀！摊上这么个疯婆子，咱们全家呀都得掉脑袋！哎，趁现在还没有拜堂，你赶紧跟他们家断绝关系，立刻马上！哎呦，想
想和我们夫人断绝关系，我怕你啊，到时候肠子都悔青了。哎呀，就他呀，我呸！我真爱我们明月没有早点遇到像婉言这么好的媳妇，才会被这个扫把星给缠上，真是晦气。娘，别说了，我说过无数次了，娶苏姑娘是皇命所迫，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浅浅一人。明月，浅浅，萧姨，我发过誓，此生绝不负浅浅。只是皇命难违，我们还是走吧，不然陛下灌罪下来的话，我这小小状元郎的身份很难护您和浅浅的周全。哼，你小子真他妈怂！但好在你的良心还没被狗啃完，要不是看在你最后那2句人话的份上，等收拾完了萧林玉，下一个就是你。皇城重地，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出言不逊？哎呀，完了！我们一家子要被害惨了！你给娘找了什么亲家？是我，你有意见？卑职叩见长公主殿下。长公主，娘，公主，萧姨居然是公主！你疯了啊！她一个疯婆子能是什么公主啊？可是刚才……哎呀，你这还没明白吗？在咱们这儿，只有像婉言这样的金枝玉叶，才配得上公主的称号啊！姑姑，我堂堂相府千金，她一介贱民，凭什么和我平起平坐？你既知道自己是相府之女，与她争抢，岂不是自降身价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陛下已经允诺我，大婚之后会册封你为公主，持续日后是要进官场的人，在京中待久了，自会知道谁才是良配。于妃娘娘确实曾经说过，圣上有意恩赏，只是没有想到这旨意还没有传下来，宫中竟先传开了。哎呦喂，那我们家明远不就是驸马爷了？哎呀！母亲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将军，将军，那好像是新科状元和宰相之女啊！莫非那状元就是长公主的驸马，然后被陛下许配给了？陛下说，事关皇家机密，有任何人胆敢泄露半分，军法处置。是。陛下，您就自求多福吧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收！哎呀，不知不觉10几年没回来了。是啊，夫人，自打您怀了小姐以后，咱就没回来过了。娘，您说什么呢？这里可是皇宫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多少有点想念御膳房的伙食了。多待2天也不错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带你认识认识皇宫里的亲戚。哎呦，我呸！哎，你瞧他那神气劲儿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御花园是他自己家后院呢。我认识一个宫里的亲戚，要是没有婉言，他能进得了这皇宫大门吗？母亲，萧姨不过是和浅浅说笑罢了，你何必当真呢？当初若不是萧姨，儿子早就死在外面了。你呀，你就是太善良。今后要是没有婉言的帮衬，你在这京城中，那还不是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不知道这是天家园林吗？也敢擅闯？
这是谁啊？见过高公公。哎呦，原来是苏小姐跟状元郎啊！两位不在家洞房花烛，进宫做什么？高公公有所不知，这位是林浅浅，我相公在乡下的未婚妻。这位是他的母亲萧夫人。此番进宫是不满陛下赐婚，特来讨要个说法。什么？陛下赐婚也敢忤逆？你真好大的胆子！怎么，许他做的，别人就说不得了？高公公息怒，此事皆因婉言而起，还请高公公行个方便，入宫通报一声。别这么麻烦了，你直接进去告诉他，他大姐回来了，让他赶紧滚过来跪下请安。大姐，大姐！这位公公，你可别听他瞎说啊！这个女的呀，就仗着我儿子和儿媳的关系乱攀关系，我们跟这种大逆不道的人可没有关系的。娘，公公，今日恩情，家父和姑姑都会记着。好说，咱家呀，这就去禀报陛下。萧夫人，婉言提醒你一句，这宫中可不比乡下，还请夫人万不可触怒天颜，连累相公。苏姑娘请放心，我定会谨言慎行，绝不敢触怒天颜。杀！弄他！杀！加油！陛下，奴才有要事求见。进来。进来吧。启禀陛下，相府千金苏婉言携新科状元前来求见，他们还带来了乡下的未婚妻，说是要找您讨个说法。说法？朕不是允许陆明远娶两个吗？他还有什么说法？不是这样的，陛下您误会了，不是状元公，是状元公他那乡下的未婚妻及其母亲对您的安排不满，特意前来责问您的。牺牲一对乡下母女，换得宰相和贵妃娘娘的人情，这买卖做的值。陛下，此事要是处理不当的话，恐怕会引起朝野议论纷纷，要不您还是亲自处理一下吧。真麻烦，见吧。百家御花园。这兔崽子，皇上当的不怎么样，谱倒是摆的不小，敢让我等他？娘，这话以后千万可不能再说了，要是让皇帝听见，咱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放心，他要是敢诈刺，娘打断他的狗腿。娘，13姨，你赶紧劝劝娘，他毕竟是皇上，被娘说的好像路边的野狗一样。确实，毕竟是皇帝，打个半死算了，要不您还得出来收拾烂摊子，犯不上。哦，有道理啊！你们，这皇帝怎么还没来呀？哎呦喂！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这可是天家园里，一草一木都是玉物，你们敢随意攀折，要命了啊！哎，摘都摘了，又放不回去，大呼小叫做什么？你看看啊，反了你啊！娘，不过是一朵花而已，皇上灌醉下来的话，儿子端着便是。相公说的没错，皇室素来照顾相府，一朵花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只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妹妹，这里是皇宫，你的身份摆在这里，言行举止还是谨慎些为好，不要给相公添麻烦才是。哦，你们相府的身份很高吗？哎呦，相府的身份不高，那你身份高呗？癞蛤蟆打哈欠，本事不大，口气挺大。
明远呐，你就听娘一句劝吧，赶紧跟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断绝关系，要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一家子被她连累死了。娘，哼，我口气大不大？等萧凌玉到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只是到时候，你可千万要记得刚才说的话，和我萧家断绝关系。你等我稀罕着！啊！这少凤仪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这是皇帝的位置，你都敢坐？你造反呢你！放心，我要是想造反，这皇帝的位子早就不是他坐了。你看，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啊13姨，你快劝劝萧姨，这让他赶紧下来。夫人，您这句话确实是不妥。这位置本来就是咱的呀，怎么能谈得上反呢？13姨，你快别说了，我害怕。哎呀，有什么好怕的呀？本来这园子就是咱家的，我累了歇歇脚，犯天条了，你也别傻站着，过来坐。萧夫人，若早知你如此不知轻重，婉言无论如何也不会带你进宫的。你别跟他废话了，走，咱们去找陛下告状，跟他们划清界限，省得一会儿血溅到我们身上。皇上驾到！萧姨，你就别使性子了。若是别的事，宁愿舍了这状元的身份，又何婚姻周全？但若是冲撞了陛下，就只有死路一条啊！萧姨，你若是因为赐婚之事不满，也不必这样啊！你呀，陆明远，他上去送死，你冲上去干什么呀？娘，皇上要来了，我们赶紧跪拜吧。晚了，现在就算是父亲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萧凤仪，你该签到的，死到临头你还敢嘴硬呢？你赶紧下来啊，跟陛下磕头请罪，想害死我们呢！磕头谢罪，倒是个不错的建议。昏君，还不赶紧给老娘滚过来！赶紧给老娘滚过来！哎呦，皇上，你为何惊扰啊？朕好像听到我皇家的声音了。皇上一定是研习兵法的时候睹物思人了呀！定是如此。不对，朕好像刚刚忘记盖盖子了。皇上，那状元郎他们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就说朕有10万火急的药物，叫他们等着。走，我传一下皇上呀！皇上您等等老罗！皇上，陛下口谕。完了，这下要被他害死了。近日紧要奏折繁多，朕实在是分身乏术，诸位稍安勿躁，静候宣旨。钦此。幸好皇上没有来。算你命大，这陛下日理万机，没空处理你这微末小事。近来海内升平，他批什么奏章忙成这样？放肆！这朝中之事，岂是尔等村妇可以过问的？就是，国家大事，你个村妇还想指点江山呢你？这小子什么时候转性了？当年叫他背一本兵书，他背了3天都背不下来，成天想着斗蛐蛐。今天竟然这么勤恳。你确定他不是躲在御书房里斗蛐蛐？
蛐蛐儿！你当陛下是你们村的地痞流氓呢，还斗蛐蛐儿，真有意思你！不对，陛下酷爱斗蛐蛐儿乃我大前取的秘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当真是陛下的大姐？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该不会……上！加油！加油！上！哎呀，陛下，您都征战一整天了，让将军们歇会儿吧。哪怕长公主不在，你也不能这么放纵吧？朕刚做了一件美事儿，斗会儿蛐蛐怎么了？就算皇姐知道了，也会奖励朕的，叫他们到万间候着，等朕大胜而归，自会召见。哎呀，快点！哎呀，上！加油！哎！上啊！所幸长公主殿下离京多年，要是被他看到陛下还是这副模样，只怕连咱家这把骨头也得被拆了。你当真是陛下的大姐？如假包换。哎呀，什么大姐二姐的，这位公公，你可别被这个婆娘给骗了。她呀，就是村里的一个普通村妇，侥幸呢攀上了我们状元府的门楣，不然她连皇宫大门从哪儿开都不知道。对呀，若真是什么皇亲国戚，怎么可能穿得如此破烂？估计是之前被打发出去的宫女。就算你曾是宫中旧人，那充其量也就是个宫女罢了。许是陛下呀，当时年幼，出于礼貌叫了你2声姐姐，你不思感恩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编排陛下，你简直是找死！哎呦喂！我说怎么把皇宫当自己家了？合着原来是宫里的下人呢。哎，也对啊，这皇宫里呀，哪怕是一个小狗窝，也比他们村里的宅院要好几百倍呢。难怪这整天啊日思夜想的啊！13爷，我娘以前真在宫里待过。当然，不管是御书房还是金銮殿，那夫人都去过。啊，对，还有那龙椅，夫人当年啊也是想坐就坐。大胆！编排陛下已是死罪，你居然还敢妄议龙位，你们就不怕诛九族啊？行了，喊什么喊？大惊小怪！你赶紧去告诉萧林玉，我给他1盏茶的时间，他要是再不出来，小心老娘打断他的狗腿！小心老娘打断他的狗腿！大胆！你居然还敢持械入宫！你要赐下吧！来人，抓人！是谁在闹事？公公息怒，小姨是从乡下来的，不懂得皇宫的规矩，所以才激动行事，还望见谅。是啊，高公公，我娘她什么都不懂，她不是故意的。状元郎，虽然您得了圣卷，但是下官还是要提醒您，这朝中之事，位置可比一时用器有用的多，小心呀，坐歪了屁股。陈将军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那凶器给我缴了，抓回天牢！长公主回来没有大张旗鼓，明显是要掩藏身份考验陛下吧？死道友不死贫道，陛下对不起了。高公公，这位抓不得呀！陈将军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个婆娘跟我们状元府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放心大胆抓就是了。高公公，我妈喊我回家吃饭，我先走了。快走！哼哼，好，你们都不来是吧？那我亲自来。这鞭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拿得了的。你想好了？哟，你吓
唬谁呢？我去你的吧！咱家连玉玺都拿过，还能怕你想想这马鞭子？哼！你来，把这个阿杂之物立刻给我丢出宫去，免得脏了陛下的眼。老祖宗。哎呀，前面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？回老祖宗的话，刚才状元宫带来了几个刁民，他们不懂规矩，高公公这才出言训斥。岂料他们其中一人竟拿出凶器准备行凶，高公公这才调了禁军。混账！这陈关山是干什么吃的？是小的不知，只是那人似乎与陈大人相识，这才不愿意缉拿。陈关山的旧相识，难不成是他家亲戚？不对，我记得陈关山好像是个孤儿，自幼随长公主征战天下。凶器在哪儿啊？正是此物啊！就是在他们中间，我连你看打！他人呢？快带我去！快带我去！公公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什么呀误会？你还不赶紧跟这个左嫂太婆划清关系，非得连累娘给她陪葬是不是啊你？高公公息怒，不管怎样，此事都是因婉言而起。若是闹大了，婉言也不好向陛下和家父交代，还请两位公公给我几分薄面。既然苏小姐都发话了，那咱家就网开一面吧。你立刻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然后立刻给我滚出宫去，咱家还能饶你一条生路。哎呀，婉言呐，你就是太善良，这有些人呐，就是得给他点教训，不然呢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呢。认错，就算是当今圣上亲至，也不可能让夫人低头。反了，真反了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陛下？有没有王法呀？有没有丞相了？确实没有。你，咱家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之人。今天咱家就要代替陛下好好教训你，我今天就撕了你的嘴！你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干爹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等罪妇交给儿子处置就好了，闭上你的狗嘴！哎呦，谁是你干爹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小林子，好久不见了。小林子，只要陛下再这样叫干爹，他究竟是谁？多年未见，如今这大内总管的威风可是抖得十足啊！哎呀，不敢呐！您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我？哎呀，我哪敢呢！坐。明远，这位公公是谁啊？怎么会和我娘认识啊？这位是陛下身边的何公公，大内总管，就连宰相都要给他3分面子。既然萧仪和何公公是老相识的话，那今天这事儿就都能解决了。真的？他居然真的认识何公公？难道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宫女？怎么可能嘛！就凭他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肯定是何公公呀，不知道他做了什么。一旦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肯定呀，第一个杀了他。没错，就算你曾是宫女，与干爹是旧识，如今你也是间谍。名副持械入宫，口出狂言，如今圣上罪同谋逆，岂能因私废公？我干爹向来铁面无私，一心维护圣上天威。如今不过念及旧情，不忍亲自动手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哎呀，干爹不必为难，
此等罪妇就交给儿子来处理，定将他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，绝不损干爹半点名誉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谁是你干爹？来人呐，把这个脏东西给我拉出去，杖责80，逐出宫去！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！这可是你干儿子呀，不心疼？不想干，不想干。夫人，您的鞭。婉言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也许是高公公不顾婉言求情，冒犯了相府。何公公这是在替家父出气，杀鸡儆猴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这丞相府的威名啊，果然惊人。只可惜又让这贱人捡回了一条命。我们这是没事了。当然，你放心，只要夫人在，就算是这个天塌下来啊，你都可以放心。那太好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我不想在丹京受怕了。回去啊？回哪儿去？我还没见到萧凌云那个臭小子呢。啊！老娘等一天了，腿都等酸了。去把萧凌云叫出来，我也想请我进去。萧凤仪，何公公看在丞相的份上饶你一命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你！陛下毕竟是95之尊，这个在众人面前跪拜不太合适吧？所以，哎呀，何公公，这个婆娘她无法无天，你可千万不要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轻饶了她啊！所以，由老奴代替吧。还是老奴来吧。哎呦喂，我的何公公哎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就算看在宰相大人的面子上，他们娘儿俩也不配这种待遇呀！宰相，等等，刚才你说娘儿俩？没错，他们娘儿俩不过是靠着我儿明远和婉言的名义请来的，您不用太在意他们的。所以，状元郎本就是公主驸马，却被陛下赐婚给了相府千金，还说他们会感恩陛下，你这篓子捅的也太大了！何公公，使不得呀！何公公，求您放过萧姨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是老奴狡猾，是老奴狡猾呀！我的小祖宗，你这一跪，老奴可折煞不起呀！二位快起，二位快起！你还好意思笑？这一切还不都是你惹的祸？娘，你少说话。何公公，此事都是因明远而起，要杀要剐，我一人承担。哎呦，状元郎，我哪敢动您啊！今后啊，还要多多仰仗您啊！哎呀，行了，磨磨唧唧的，赶紧带路。好，今天我必须找萧凌玉好好说道说道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若非婉言几度为你求情，你呀怕是人头不保了。到现在你还妄想见皇上？能见能见，咱们现在就去见啊！小姐，万物居里，把这儿呀就当咱们自己家。何公公，哎，什么何公公何公公的，叫我小林子，这不显得生分是不是？来，各位朋友们，跟我走了，注意脚下，路滑，来这边请。来，大家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这边走。诸位，欢迎来到御书房。
陛下正在内殿处理政要，老奴进去通报一声，马上回来。大家先跪着吧。不用跪，不用跪，起来，随意随意。通报一下，老奴马上就回来。哎呀，娘，我们真的不用跪吗？我有点怕。跪个屁！要不是祖宗看着，一会儿我叫他给你下跪。哟，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啊？人家是看在婉言即将册封公主的份上，才有这份殊荣，你还蹬鼻子上脸。哎呀，母亲言重了。人家陛下说不定是看相公即将成为驸马，陛下爱屋及乌，想必不会责罚的。还是婉言会说话。你们几个还不赶紧给婉言谢恩呀？就不是，你以为我们家夫人跟你一样，我们会自己家啊，还得三拜九叩谢主隆恩呐？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动手啊？皇上，不好了，出大事儿了！哎呀，正杀到关键时刻呢，你别说话。皇上，您还是快去谏言吧。来的人，怎么整的好着？皇上，你快谏言吧，奴才求求您了，再不谏就要出人命了！滚！你再敢聒噪一句，朕把你舌头拔了记起！今日朕是要与铁血将军纵横沙场，谁也拦不住！哎，来！滚！还有他，有什么呀？有啊！哎呀！逮不动啊！实在是逮不动呀！什么逮不动了？这小子是掉茅坑里了，还是翅膀硬了？这么久不出来，是跟老娘摆谱吗？陛下是积劳成疾，龙体欠养，正在休息呢。要不咱们改日再来？积劳成疾？我看他是纵欲过度吧。我听说这个小妮子她姑姑可是艳冠后宫啊。不是。哼，这陛下日理万机，岂是你这种下里巴人能够理解的？祖宗呀，你抬头看一下吧，老都快撑不住了。那咱这位英明神武的殿下的意思是，让我和我闺女就在这干站着，等她睡到自然醒，才有空召见，是吗？老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那你知不知道主犯错，奴头罪？老奴忽然想起，上一间还在等着对账，老奴去就来，马上回来。回来！我让你走了吗？开门！别让我再说第二遍。陛下，奴才尽力了，您自求多福吧。萧姨，今日闯的祸已经够多了，若是强闯御书房，惊扰圣驾，牵连下来，我们都得死啊！就算不为了您自己，为了钱，你也不能进去啊！老娘就是为了钱才回来的，你当我乐意看见他呀？娘，我求您了，少说两句吧，我们真的会死的。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，让开！老娘说了，今天只有一个人死，那就是他萧凌月。上！弄他！铁血将军，冲！一鼓作气，把他给我挑！疯了！呸！什么铁血将军，连侍卫将军1半位分都没有。侍卫将军，大前2京113省，所有的烂摊子都在我肩上担着。你倒有闲心逃课，躲在这斗蛐蛐。朕可是皇上，朕想玩什么就玩什么。狗屁皇上，老娘还是你亲姐呢！神威将军，再让我看见你斗蛐蛐，老娘打断你的腿！错没错？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就你皇上，就你皇上！我不当皇上了，我不当了。你还敢撂担子？你当不当？你当不当？那我到底当还是不当啊？
皇帝真不是人当的。还是朕的宝贝将军们好，这皇姐只会打我骂我，只有你们会一直陪在朕的身边。陛下呀，慎言呐！怕什么呀？皇姐又不在，朕想玩就玩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哎，别怕，皇姐不在，没有谁可以欺负你们。长公主，你老提她干什么呀？她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吗？况且朕是皇帝，天下之主，她要是敢来，朕一定会为神威将军报仇不可。好啊，这仇你想怎么报？说来听听。完了，这完了！何永林，这就是你口中说的日理万机、积劳成疾的皇帝陛下？就是我的舅舅们啊！是啊。娘，接到陛下了，赶紧跪呀！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，娘？萧凤仪，你既想死，别带上我们。说的对啊，是该跪。这现在是皇帝，你苏老三，转过去！萧凤仪，你敢恐吓圣上？恐吓？老娘从来不恐吓，老娘说抽就抽。金钱！喜欢斗蛐蛐，喜欢乱贴鸳鸯谱，喜欢跟背后蛐蛐我，还有你，通过是吧？满够是吧？赐驾，这是赐驾！如果父亲知道我带人进宫赐驾，我会没命的。萧凤仪，你疯了，还不快住手！你要害死我们呢！13姨，我求求您了，劝我娘吧，不能让她再错下去了。小姐，您是有所不知，夫人呢，一旦出现这种表情，就算是天上的神仙来了，也得跟着一块挨抽。我劝您别管，别管。完了，这世上没人能救得了我们。丽雅，快跟他们退婚！哎呀，现在退婚跟他们划清界限还来得及呀！陛下，臣恳请陛下开恩呐！小玉她绝非有意冒犯，她只是一时冲动而已，所有罪责臣一力承担了。娘，我求求你了，快住手吧！一切都是女儿的错，女儿就不该想着嫁过来。娘，住手吧，赶紧跟陛下谢罪吧，娘。不是，你们跪下做什么呀？又不是你们的错，都是这个狗皇帝的错！看老娘今天不抽死他！你还敢跑？你给我滚崽子！别说，我不敢了，别跑！姐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姐。姐，陛下管她叫姐。够了！你不要太过分。这合作之友，我本来就只想当个闲散王爷，整天斗蛐蛐。这皇帝不是你硬要我当的吗？我错哪儿了？你这个泼妇！陛下看在你年长的份上，称你一声大姐，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请陛下明鉴呐！都是这个泼妇，她胆大妄为，是她胁迫我带她入宫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你给朕住口！陛下息怒，今日之过，请在婉言一人。是婉言不明事理，不愿退下陛下亲赐的婚约，成全林妹妹。萧夫人这才闯进宫来。哦，
你的意思是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？萧夫人，您误会了，婉言绝无此意。婉言只是想替夫人和林妹妹在陛下面前陈情，只是万万没想到夫人您会私藏凶器进宫。陛下若要责罚，就罚婉言一个人吧。婉言别无二言。够了！当朕眼睛瞎了不成吗？今日之事孰是孰非，朕自有论断。敢忤逆皇室者，朕绝不会轻饶。陛下，陛下英明。这件事，朕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这交代就是，来人，快来护驾！护驾呀！小兔崽子，还敢跑！站住！来人呐！我的两位祖宗，你们等等我呀！来人！哎呀！你们谁能把他拦住？朕重重有赏！上！跑嘞！谁敢拦住他？同罪！站住！小兔崽子，还敢跑啊！哎呀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追了！还敢跑！站住！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我就不！朕是皇帝，朕有面子的。哎，小林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把他给我拦住，事后朕必有重赏。你敢！是皇上！来啊！别挂！等一下！何永烈！何永烈，你个爱潜逃的！你个背叛者，快给朕开门！朕养你这么多年，你个背叛者，开门啊！跑？姐，你倒是跑啊！姐，陛下，您自求多福吧，小林子对不起。我就不要，不要啊！哎呀，姐，黄姐，朕知道错了，太疼了，放我下来吧！朕都这么大的人了，给我留点面子嘛！你在老娘这儿有什么面子啊？当初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再让老娘看见你斗蛐蛐，打断你的腿？朕没有整天斗蛐蛐，朕这些年也是很努力的。努力？努力在哪儿？努力斗蛐蛐？朕可是效仿您当年，把持朝政的手段，却很百官呐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给我仔细说说，这权衡之术它妙在哪儿啊？就比如这二府联婚，新科状元陆明远空有才华却无家世，为官必受排挤；而相府权势虽大，却无男丁继承家业。朕这一纸赐婚，既笼络了寒门新贵，又安抚了世家老臣，岂非六手也？那你知道陆明远的原配是谁吗？那原配不过是一介乡野村妇，能和丞相千金平起平坐，岂非光耀门楣？姐，这可都是跟你学的。够了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口中的乡野村妇是我的女儿林浅浅，也是你的前外甥女儿。小李煜，你还真是个好舅舅啊！陆明远原配是朕的外甥女。我让你权衡，我让你笼络，我让你进我女儿林浅浅，让我这个皇帝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
现在就嫁去。我公公听下说，长公主回京，重新掌权。这皇位你来，我不等了，你来。老娘早就退休了啊！这位置，你来。赶紧把这个字文给我撤了，老娘就放过你这回。哎，小林子，你吃。那个有女林浅浅温婉贤淑，深得朕心。册封安宁公主，并撤回苏婉言与新科状元陆明远之赐婚。苏婉言、陆明远之母王氏，冲撞那个藐视宫规，罚入浣衣局劳作3月，不完工不得出宫，谁求情也没用。快去！哎，是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惊扰圣驾，追杀皇上，我们要被他连累死了呀！苏姑娘，你向相府大人求情，小姨她绝非有意，只是一时冲动而已。苏姑娘，求求你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长娘还活着，我自愿退出。浅浅，不是婉言不肯帮，实在是萧夫人的言行荒唐，罪同谋逆。若是强行为其求情，恐怕会牵连全家呀。苏小姐，您还是操心操心您自己吧啊！等夫人和圣上回来了，我看呀，受罚的不一定是谁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啊？我就说了，都怪你们一家扫把星，差点牵连了我儿。是他这陛下圣旨，说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这天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你们家等着收尸吧你！圣旨到！圣旨到！说曹操到呀！那疯婆娘定是被禁军抓住了，此番定是来颁布抄家令。宣旨。林浅浅听旨。民女林浅浅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有女林浅浅温婉贤淑，深得朕心，特册封为安宁公主，享亲王俸禄，钦此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啊！你说什么？林浅浅成公主了？我耳朵没问题吧？这公主不应该是婉言吗？何公公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？开玩笑？苏婉言名副王氏，功壮恭伟，藐视天威，收回丞相之女苏婉言与新科状元陆明远赐婚之成命，罚没浣衣局劳作3月，不得旨意，不得出局。若有求情者，以同罪论处。钦此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婉言，你快想想办法！我不想去浣衣局啊，婉言。何公公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对吧？这一定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孰真孰假，你自己看。娘娘，不好了，陛下要册封公主了。婉言册封，这不是早就定好的事儿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不是的，娘娘，要册封的不是婉言小姐，而是一个名叫林浅浅的民间女子。陛下还取消了婉言小姐和状元郎的赐婚。你说什么？奴婢打听了，那林浅浅是依萧夏夫人今日带进宫的，陛下为了给他们母女出气，还将小姐
和王老夫人罚入浣衣局，劳作3个月。哼，本宫还当是什么大事，原来就是这个。娘娘，您不生气吗？生气？一拳泥腿子，也配让本宫置气？想来是那妇人闹上京来，陛下为了君王名声，安抚人心罢了。那要禀报丞相大人吗？区区小事，何必惊扰兄长？既然陛下两难，本宫作为后宫之主，理应为陛下排忧解难。但我见了我们这位新晋的公主，和她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好娘亲，哼，他们自会知道，我苏家的门楣还不是她一介村妇可以羞辱的。丞相大人此次平定北疆，招抚数万牧民，立下不世之功。陛下这回又要大加封赏了。哎，此次深入不毛之地招安，可谓九死一生，下官等敬佩万分。哎，诸位同僚，哎，在其位，谋其职，为陛下分忧，乃人臣本分。纵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莫辞啊！丞相高义呀！再者说，苏某与陛下年幼相识，这一路扶持，如今已有20余载。我与陛下虽为臣子，却是情同手足，是过命的交情啊！真是过命的交情啊！丞相大人呐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高公公，您这是？高公公，您这是？大人，状元发起一家，不瞒陛下赐婚，携带凶器闯入宫闱。婉言小姐因受他们牵连，被罚入浣衣局，劳作3个月呀！这什么？奴才更是受了80大板，被逐出宫闱了呀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帮刁民如此猖狂，敢在皇宫大内行凶，这是要造反吗？这高公公虽蠢笨了些，却对后宫诸事熟悉。眼下锦瑜在皇宫中正缺一个帮手，若是助其官复原职，兴许对封后一事有所裨益。高公公，哎，高公公，受苦了。陛下乃明君，岂会真被小人所蒙蔽？这其中必有误会。你且安心在府中养伤，老夫这就进宫陈明原委，定为你讨回公道。丞相大人莫致难忘啊！哎，高公公，不必，安心养伤吧，剩下的交给老夫。黄姐，咱们10几年不见了，你回宫多住些时日呗。算了，别的地儿我也住不惯。来人，立刻给朕把东边库房收拾出来。是。你让我睡库房？这怎么可能啊！黄姐，你从小就住在乾清宫里，肯定睡得习惯，这次回来肯定要物归原主吧？快去，把朕的东西给收拾出来，朕从今以后就入库房了。是。这还差不多。
嘿嘿。嘿嘿。娘娘，打听到了，那位萧夫人没有住进后宫。哦，算他识相。住进哪个偏殿了？也不是偏殿，陛下让她住进乾清宫，陛下自己搬去库房住了。什么？他睡龙床，皇上睡库房？哼，好啊，一介村妇，不过是女儿封了个破落公主的名号，也敢在后宫作威作福？哼！立即摆驾乾清宫，本宫要好好治治这个泼妇！我是无双13面，给钱！啊！傅姐当年姐，给我留点活路啊！挣这点私房钱都快输光了。哎呀，拿了吧你！这么大个皇帝了，还想耍赖？你输不起就别玩。你来，哎，哎呀，好嘞，好嘞。起来呀！你要是实在闲得没事儿，就去御膳房弄点点心过来，别在这儿出着碍眼。哎，要不还是我哦。他把我的活儿给抢了。于妃娘娘驾到，尔等还不跪下迎接？叶知基，不要放肆！竟敢在陛下寝宫行此薄戏之事，还敢无视本宫，眼里还有没有宫规了？这是谁啊？回殿下，这位于妃娘娘是皇上最喜欢的一位妃子，也是未来的皇后。你站那边等会儿，等我们这局结束了，谁输了换你上妆。娘，她毕竟是宫里最受宠的妃子，让她在那儿站着不好吧？哎呀，没事儿。是啊，萧姨，要不还是我让座吧。哎，干什么啊？牌都开了，哪有中途换人的道理？再说了，反正迟早都是自家人，等一会儿能咋了？自家人，一家子泥腿子，陛下不过给你女儿封了个公主，真敢和本宫攀亲戚不成？于贵妃请息怒，萧姨她绝非此意，这就是个误会。闭嘴！若非是你，婉言怎会受此屈辱？婉言下嫁给你是你陆明远的福气，别不知好歹。哎呦，于妃娘娘，于妃娘娘，慎言呐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哼，何公公，陛下的心思你知我知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必遮遮掩掩。本宫此行就是为陛下排忧解难的。是，你完没完啊？有事说事，没事滚蛋！老娘今天的手气很好，别在这触我眉头。本宫来是好言奉劝你，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跻身皇室，我苏家更不是你们借机上位的垫脚石。乖乖搬出乾清宫，以后见了本宫啊，低头行礼，待日后正式册后，本宫或许还有可能承认你女儿这公主的身份，否则怎样？否则本宫会状告皇上，说你们秽乱宫闱，罪诛九族。你们笑什么？诛我九族？你要不要先去问问萧林玉，他同不同意啊？
是天上的星星，只要我们娘娘想要，陛下都得给她摘下来。区区杀几个人，陛下怎么会不同意？娘，我们这些女眷也属于后宫，她毕竟是以后的皇后，我们要不就服个软吧。现在认错，晚了。何公公，还不快把这狂徒拿下！本宫自会禀明皇上，治他大不敬之罪。他抓他？何公，你身居内府总管，理应秉持公正。此妇秽乱宫闱，直呼圣明，藐视本宫，数罪并罚，还不快拿下严惩！哎呦，娘娘息怒啊！夫人息怒，你们之间肯定是有很多的误会，要不我们坐下来详聊？何来误会？这你腿子就是你腿子，此等卑贱之血脉，也配封公主之位？这贱妇更敢以下犯上，不敬陛下，无视本宫。你若不给个交代，本宫连你一同治罪。哎呦，娘娘，你可别说了，再说我都要掉脑袋了。还敢替他遮掩？还是说你是想攀附这新晋的安宁公主？被本宫说中了。何公公，本宫与皇上多年的情谊，不日更是被册封为皇后。我劝你早日站好队，免得呀晚节不保。哎呀，娘娘慎言呐！要是论亲近，自打皇上降生，就是这位夫人把皇上给带大的，没有谁比皇上和她更亲近了。是啊，娘娘，您误会了。其实我娘她是……本宫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看你是想找死。你若敢动小姐一分一毫，就算是陛下亲至，也救不了你。反了，你们都反了！不过一介贱民，本宫打便打了。怎么，皇上还会为了你们这些贱民罚本宫不成？哼！你说我是贱民？贺公公，你要不要现在告诉一下，这位燕关后宫的未来皇后，我是谁？你还能是谁？不过是……你不要说了。这位夫人就是跟陛下一母同胞的亲姐姐，我们大强的长公主殿下。长公主？陛下，微臣参见陛下。苏爱卿，来起身。谢陛下。苏爱卿刚刚班师回朝，鞍马劳顿，不好好在府中歇息，反倒往宫里跑。是怕朕忘了你的功劳，向朕讨赏赐了不成？微臣惶恐啊！臣只是感念陛下劳累，一到京城便带了些牧民糕点进宫献与陛下。却听宫人说，小女今日已经来过，实在凑巧。这老狐狸。苏爱卿，你女儿这事，朕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不知你先听哪一个呀？这怎的会有坏消息？这坏消息就是你女儿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被朕罚入浣衣局了。陛下呀！可是小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，还望陛下看在多年君臣之情，还有仅于他侍奉您多年的份上，宽恕小女这一次吧。可是那人来头很大，如此处置，朕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通经发落了。苏爱卿，莫要慌张，朕这还不是有好消息呢吗？好消息？这好消息就是这个人你也认识，要不你自己去跟他求情？臣认识。敢问陛下，此人是？朕的皇姐。朕的皇姐。陛下，臣
臣忽然想起，臣府中炉子上还炖着汤呢。臣先告退，不打扰陛下和殿下。哎，走什么走？刚刚你不还是哭着喊着为你女儿求情吗？走。陛下，您不是不知道啊，这整个天下都是他打下来的，整个大千谁敢忤逆？这万一臣当年帮你写功课小抄的事，还帮你瞒着殿下斗蛐蛐的事被他知道了，别说小女了，臣这小命也不保啊！陛下，朕就是给你女儿赐婚才被他抽的，那叫一个惨！你这老狐狸也别想逃，走，赶紧去见皇家。走，陛下，您就饶了臣吧。与其触长公主的眉头，臣宁愿被发配边疆去。你还敢抗旨啊？陛下，臣不敢抗旨，你就饶了臣吧。什么？长公主？长公主算个屁！走，不可以，陛下，我们不可以，陛下。长公主又算个屁！哦，我倒是10几年都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了。你有何高见？大前以孝治国，陛下念你姐弟之情，敬你几分。这天下还是陛下的天下，你要记住，你不过一介宗亲，安享富贵便罢，你岂敢凌于君威之上，凌于君王之上？娘娘啊，求求您别说了，老奴给您跪下了。娘娘啊，本宫有何不敢说？本宫是陛下最宠爱的女人，不日便将册封为后，乃一国之母。后宫所有女眷，皆为本宫管辖，她长公主也不例外。好啊！你是萧林玉的宠妃是吧？未来的国母是吧？那我倒是想知道，你背后还有谁在给你撑腰？一并说说吧。长公主离京多年，当今朝廷局势怕是不太清楚，说出来呀，怕吓死你。你倒是说说，是谁给你这么大的底气，敢同我这般说话？娘娘别再说了，快别说了。家兄乃当朝丞相苏谦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协助君王统治万民。本宫乃丞相之妹，未来的6宫之主，注定会母仪天下。哼，难道还管不了你们几个小小的皇亲国戚？好一个丞相之妹，好一个6宫之主。苏谦是吧？好得很，我记住了。13在，拿鞭来！拿鞭来！夫人，请。大皇娘！你在干什么？怎么，你还要对我私刑不成？萧雨，快救驾！好大的雷呀！对呀。这是去乾清宫的方向啊！这带头的宫女好像是锦瑜的人。完了！站住！萧霓消消气，她是陛下最爱的妃子，你是长公主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想入宫为妃的人多的是，还差她一个不成？愁坏了，换一个就是了。让开！你敢！我告诉你，护卫正在赶来的路上，马上就会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。你要是敢动娘娘一根汗毛，休想在乾清宫踏出去半步！
走，再敢对我夫人不敬，我抽烂你的嘴！娘娘，他们居然当着您的面打奴婢，简直就是不给您面子啊！娘娘，您可要为奴婢做主啊！娘娘，放肆！打狗也要看主人吧？你以为你是陛下的亲姐姐，就可以这么为所欲为吗？我不仅打狗，连狗的主人一起打！娘，万万不可啊！娘，她可是贵妃，日后说不定可是皇后，我们还是不要得罪她了。娘，皇后，像她这种欺下媚上、不辨是非的蠢货，还想当我拿钱的公母，做梦！今日老娘就替那狗皇帝还有你哥，好好教训教训，之后再去收拾他们。反了，反了，你真是反了！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是当今丞相的亲妹妹，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。凭你有什么资格管教我？当今皇上和你哥都是老娘从小管到大的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你竟敢动手打贵妃娘娘！哼，娘娘就算是陛下亲临，也得乖乖吃夫人的鞭子。狗废，退！娘，快住手吧，不然一会儿陛下回来一定会怪罪我们的呀！娘，是啊，萧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结仇？他也配？哼，仇家，敢配我夫人称得上仇家的人，那坟头草也几丈高。你俩也配？你俩起来！你们这是在后宫，本宫是后宫之主。哼，就算你是陛下亲姐姐，你要殴打后宫妃嫔，你要是宫规，乃是死罪，你就不怕陛下降罪吗？就是后宫，一天天正事不干就知道争宠，老娘打的就是后宫。住手！娘娘，属下救驾来迟。娘娘，扶本宫起来。陈将军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！这个贱人，他刺杀本宫，快把他抓下去，良辰处死！属下遵命。来人！别来了。何公公，何公公呢？何公公，哎，我在呢。哎呦，陈将军呀，你终于来救驾了。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？贵妃娘娘说大祸了，那该怎么办？看不见，看不见呐！什么意思？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本宫话都不听了吗？娘娘，这里可是乾清宫，在这里舞刀弄枪的，万一伤了陛下的花花草草，下官可担当不起呀。要不您请示一下陛下或者丞相大人。哼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本宫即将封后，本宫是六宫之主，一国之母。怎么？本宫现在连承制后宫这个小小的贱人都不行了吗？怎么？你觉得陛下和本宫的兄长来了，会站在这个贱人这边吗？娘娘，这慎言呐！好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，滚！谢谢娘娘，滚！没用的东西！你们不敢做的事，本宫来做；你们不敢杀的人，本宫来杀。哼，本宫倒要看看这个贱人是不是真的有三头六臂。娘娘，万万不可！你杀我！已经10几年没人敢这么指着我了，你还真是勇气可嘉呀！只是剑法太差，脑子太笨，最好是关进冷宫里待个几年，反省反省，免得丢了皇家的颜面。
变身，把我打入冷宫。萧炎，干嘛呀？住手！刀下留人！给刀下留人！把刀给朕放下！参见陛下。皇上、兄长，你们可算来了！陛下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臣妾听闻长公主殿下回宫，特来请安拜见。见殿下在这乾清宫中聚众嬉闹，有损天家威仪，臣妾好心提醒，谁知殿下就勃然大怒，说臣妾多管闲事。您看他给臣妾打的，您看呀，他给臣妾打的，这简直是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不把宫规放在眼里啊！陛下，不是这样的。丞相大人，我愿代替萧仪接受惩罚。娘娘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？陛下，您看，他们还仗着殿下的事，还要颠倒黑白。陛下，丞相，娘娘说的句句属实啊！陛下，臣妾已经搬出了陛下和兄长的名义，结果他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，说对你们想打便打，想骂便骂，甚至还要强占了这乾清宫。陛下，此等狂徒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严惩，以正宫规呀！给朕跪下！听到了吗？陛下叫你们跪下，还不快！会长，这是叫你跪下！哎呀！你打我！打你！你个辱骂皇姐，打你都是亲的！可是臣妾是在为了你出气呀！这般行事，甚至强占乾清宫，置您于何地？乾清宫算什么？他就是想要皇位，朕也会亲手奉上。而你竟敢辱骂皇姐，何公公在，把于贵妃打入冷宫。好嘞，走吧，娘娘。陛下，就算你不顾我们多年情分，总要顾全我兄长当朝丞相的颜面吧？你为了包庇亲族，便不顾兄长多年的辅佐之情，就不怕寒了满朝文武的心吗？你快闭嘴认错，为求还能留你一条性命。我们苏家鞠躬尽瘁，为大钱付出了这么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岂是他一介空有血脉的皇亲国戚可以比的？说得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大钱的江山是你们苏家一刀一枪打下来的。哼，不错，若非是我苏家，如今的朝政岂能有现在这般安稳？皇上，相府门生遍布朝野，你若立我为后，我兄长必会倾尽全力助你把持朝政，治理天下。而我也会为你治理好六宫，母仪天下。他呢？他能给你什么？他不过是个离京多年的老女人而已。他什么也不是。你这个蠢货，我让你闭嘴！你是要我们苏家满门都为你陪葬吗？哥，你打我，你这辈子都没打过我。我们苏家拥有现在的权势，凭什么要向他低头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我们苏家如今之权势，全靠当年长公主一手提拔起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朕告诉你，整个大钱都是皇姐亲领士卒一分一厘打下来的，而你的丞相哥哥正是他退位之前册封的顾命大臣。若非如此，朕怎会册封你为贵妃？殿下，臣娇媚无方，臣罪该万死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本宫可是天之娇女，本宫是大钱最尊贵的女人。天之娇女，我家夫人当年也是总揽朝政10余年，为大齐打下万里江山，也一直低调行事，何曾似你这般飞扬跋扈？你现在这般下场，不过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罢了。殿下，臣无言祈求宽恕，臣昧愚蠢狂妄，冲撞殿下，
实乃罪无可恕。还请殿下看在他虽愚蠢，却也曾尽心侍奉陛下的份上，饶他一条性命吧。看在丞相份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宣朕旨意，相府罚俸3年，苏锦瑜革去贵妃称号，贬为庶人，罚入浣衣局，劳作3月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浣衣局，谢殿下。好累，跑什么来？还不快洗！这边还有一桶呢。要是洗不完，今晚就别睡了。我这把老腰都快累散架了。婉言呐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把我们救出去呀！这身破衣服我再也不想穿，再也不想穿了。娘亲放心，婉言已经派人传信给宫中的爹爹和姑姑了。姑姑平时最疼我了，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真的？是丞相和贵妃娘娘，他们来救咱们了。爹爹，姑姑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。陛下有旨，劳作3月，1天都不能少，谁都不许帮忙。是，丞相大人。带过来，快点！婉言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爹爹，你难道不是和姑姑来带我们出去的吗？出去？就你们干的这些好事儿，还想出去？这3个月你们就在这儿好好反省吧。爹爹。结个婚而已，怎么搞这么大阵仗？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啊？还不是因为夫人您非要搬出来住。东风，你这后宫乌烟瘴气的，我实在住不惯。你去京郊给我找出院子，哎，不许暴露我的行踪，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回京的消息。等浅浅议完婚，我还回我的乡下去。啊？什么？凤子爷令牌，你拿回去。要是遇到不长眼的，那这可能就是。我哪想到有这么多人呢？皇上说了，今日小姐大婚要普天同庆，不管高低贵贱，只要想来都能来。哎，你要是真不想排队，咱不还有个令牌吗？忘了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就当是与民同乐吧。那个未必能入眼。站住！你的彩头呢？什么彩头？你没彩头凑什么热闹呢？赶紧打道回府吧！哎，你哟，这不是那日那闹宫的泼妇吗？哟，怎么没有婉言小姐，你连这宫门都进不去了啊？你是啊，夫人，他是那天那转圈的太监。哦，被小林子赶出去的那个呀。咱家呀，今日是要去见长公主的，不跟你一般计较。不过呀，看在你曾是宫中旧人，咱家呀就教你点宫里的规矩。哦，咱们进宫要参加天家大宴，自然是要聊表心意的。如果呀连这点心意都没有，难怪你当时被赶出宫去。看到没？这个就叫彩头。
您请过。站住！谁给你的胆子敢插老娘的队？就是，明明是我们先排队到此的啊，凭什么呀？是啊，什么呀？是啊，凭什么来的？吵什么呀？嘿，陛下说了，有心者皆可参加宴席。如果你们呀连这点心意都没有，我看呀还是别来凑这个热闹了，早日打道回府吧。这么说，你确定要插这个队喽？这怎么能叫插队呢？今天呀是长公主殿下爱女的大婚之日，嘿嘿，这上赶着巴结的人呢多了去了，要怪就怪你这不懂这里的规矩喽。哼，好一个不懂规矩！我不过才走了10几年，凤字营便生出了这么多阿杂之事。放肆！凤子英乃是当年长公主所立，岂能容你污蔑？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要是有彩头就赶紧拿出来，没彩头赶紧滚！要是再敢胡搅蛮缠，小心把你们都给抓进去！哼！好，很好，这彩头我敢给，你敢收吗？看你们的样子，你们能拿出什么样像样的彩头啊？该不会是臭鸡蛋篮子吧？哎呀！哼，看这儿什么？哼，早点拿出来不就行了？净耽误老的事儿。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吧！哟！这凤子营的守军你都敢威胁，你们简直是……凤子营王冲，罪该万死，求殿下饶命啊！什么？这彩头，你可还满意？什么？让凤子营给你跪拜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这彩头可还满意？小的有眼无珠，求殿下饶命，小的罪该万死呀！公主大婚，本该与民同乐，不分贵贱，尔等竟敢借此大肆收贿敛财，你可知按大钱律法，该当何罪？求殿下饶命！求殿下饶命啊！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哎呀，你确实是不敢了，因为没有下次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军法处置，整肃军纪，以儆效尤。是，不杀不足以正军纪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是殿下。殿下饶命啊！殿下饶命啊！杀得好啊！凡涉贿者，军法处置，所收彩头尽数发还，缺一件便掉一个脑袋。都记住了吗？是。现在可以排队进宫了吗？可以。刚刚你说的内规矩，我没听清。你再说一遍听听啊！没规矩，小的这就重新回去排。对，往后排吧你，凭什么插队啊？好啊！好！皇姐饶命！真的没有他斗球穴，皇姐。有事吗？皇上，长公主要到了，您不去接见一下吗？他令牌在手，谁敢为难他？再说了，他还没有原谅朕，朕可不想自讨没趣。可是今天宾客众多，不乏一些心高气傲之辈。就是长公主那脾气，万一动了怒，发生了冲突，可怎么办呢？对，赶紧，快走！哎，皇上，你慢点哎，皇上！哎呀，恭喜啊！好久不见啊！恭喜！哎，恭喜！哎呀，沾沾喜气，真不错啊！哎，恭喜啊！哎，恭喜！恭喜！哎，恭喜！ 恭喜！ 哎，恭喜！ 恭喜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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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恭喜！ 恭喜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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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
恭喜啊，历官大人，这是小的一份薄礼。兵部尚书赵继昌之子赵文天，献上前朝尚方宝剑一柄，祝公主驸马吉祥如意。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李官，刑部侍郎潘茂才之子潘玉，献上华圣真迹《千里江山图》一幅，愿公主驸马琴瑟和鸣。此乃家传之宝，聊表寸心。觉得陛下这2年啊，还是有点长进。那小子就是趁机从这些人手里捞些好处吧，不然你以为他那些宝库是怎么充实的？换我，宁愿关起门来一起吃顿饭，乐得个清净。对，这是哪儿来的蓬门小户？今日乃公主大婚，岂是你们这种小民穷酸家业能比的吗？怎么，平头百姓就不能来逛逛了？还不错嘛。微臣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今日是皇姐爱女大婚之日，你们都是从她凤子营里出来的，不必拘礼。若非长公主殿下当年栽培和陛下提拔，微臣焉有今日之位？这份恩情无论如何一定要报啊！那还不让你们家2个小子机灵点儿？倘若能嘴甜，讨得我皇姐欢心，他们定能前程似锦，你们也能放心一点，不是吗？陛下所言极是，微臣的儿子虽不才，这嘴皮子还算利索。臣已经让他们备好厚礼，好好表现，不辜负啊当年殿下提携之恩。好，请。夏虫不可语冰，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，但是以你们这等平民百姓的眼界，怎么会知道天子遗诏，皇室威严，更不会懂得我们献宝的一片心意。哎，潘兄何必跟他们置气？在他们眼里，恐怕陛下锄地用的都还是金锄头呢。是啊。巧了，我不但知道那臭小子压根就没下过地，我还知道你们那所谓的至宝，都是假的。你哪来的婆娘啊？这有这么大的口气？莫非是京内有名的鉴宝大家不成？鉴宝大家算不上，但是真迹见多了，是不是赝品，还是能看出来的。放肆！此话乃是我家传3代之宝，若非是公主大婚，本公子怎么会献出？你一个妇人又懂什么？既然知道是公主大婚，你还拿个假的来啊？你休得胡言！你说我的《千里江山图》是假的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那《千里江山图》乃前朝名画，收录于大钱宝库。你再瞅瞅你那画上，连个皇家印玺都没有，你还好意思说是真迹？真迹好端端的在宫里放着呢，还是说你祖上把它给偷出来了？你少胡言你！不错，这尚方宝剑也是本公子花重金求来的，岂容你在此大放厥词？你看这色泽，这刃口，假的。尚方宝剑都不知道传多少代了，早就卷刃了。再说了，真品早就被我砍断了，老东西就是不经用。你，哎呀！别喷了，别喷了，动手！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家夫人正是。你家夫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！这个泼妇
仗着以前做过宫女儿，到处招摇撞骗。诸位公子，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刚才在宫门外，规矩还没学够呢。哼，凤子营当年可是长公主的亲兵，军纪严明，天下皆知。你不过仗着长公主的余威，侥幸揭发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守将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勋贵世家呢？原来是个狐假虎威的疯婆子。就是，对呀，狐假虎威。狐假虎威，我家夫人何须借他人之威啊？我家夫人就是这大前最尊贵之人。说的天花乱坠！你说他尊贵，他到底哪儿尊贵了？今日可是公主殿下的大婚之日，你看他那样子，能拿出什么礼物呀？我看呀，分明就是来招摇撞骗、骗吃骗喝的。我家夫人能亲临至此，那就是最大的恩典，胜过世间一切宝物。果然是个空手套白狼的骗子，这都被人给揭穿了。哎，我要是你啊，早就乖乖的夹起尾巴逃走喽。哎，赵兄，此言差矣，我等也不是什么计较之人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给在座的诸位大人沾酒赔罪，本公子便准你作为本公子的侍女，留在这儿，如何？哎，潘兄，莫是忘了，还得高举过顶，金鸡独立那般斟酒，说是露出那么一滴，便要抽上一边。哎呦，你可以啊！赵肥鸡和潘菜猫就是这么教你们礼数的吗？大胆！家父乃当朝尚书，当年更是跟着长公主出生入死，你竟敢直呼其乳名，该当何罪啊？若非念及他们当年的功绩，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可以站在这儿跟我说话？放肆！今日本公子就要替父亲好好教训你这蠢妇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本公子要在他脸上刺字，教教他，有的人他惹不起。好，好，好！我大钱的未来，竟是你们这些蝇营狗苟之辈，好得很呐！赵继昌、潘茂才，这就是你们养的好儿子。本宫真该好好敬你们一杯啊！陛下，爹，陛下，爹，拜见陛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都给朕起来，告诉朕怎么回事！陛下，你来得正好。这农妇竟敢擅闯公主大婚，小人正要将她赶出去，以免误了喜事。我汉子，还不快跪下向长公主请罪！长公主，殿下，犬子无知愚昧，冲撞了凤驾，臣孝子无方，罪该万死，请殿下重罚。赵继昌、潘茂才，本宫当年提拔你们，是让你们为国效力，不是让你们养出这等目无尊卑、欺压良善的纨绔子弟。臣有罪，辜负殿下厚恩。逆子，还不跪下！我不服！长公主又如何？跟我们有什么不同？凭什么就要我们跪她？就是，都是承蒙祖荫，凭什么他就能以势压人？畜生！打死你！打死你不可！我打死你！我也不服！住手！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他们今日之狂妄，皆是因你二人往日过于纵容，疏于管教。既然要罚，那就连你们一并罚。你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跪下！跪下！没事。哼。
皇姐，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小辈之过，私下严惩就是了。若是这样大动干戈，矫枉过正，轻则朝中人人自危，君臣生隙，重则动摇国本啊！陛下所言极是，赵大人跟潘大人为我们大钱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宠溺独子也是在情理之中，受作惩罚即可，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呀？这样会寒了百官的心呐。是啊，寒心、动荡、嫌隙，正是因为你们总抱着这等和稀泥、顾全所谓言辩的想法，朝中这等攀比浮夸、贪污受贿、纵容子弟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。朕，皇姐，今日他们敢在宫中仗势欺人，明日便敢在朝堂架空君父。国之蛀虫，往往始于微末，矫枉必须过正。不刮骨，何以疗毒？臣甘愿受罚。来人，退袍！退袍！今日姐就教你这最后一回，看好了。住手！瞪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道疤是当年收复云州时，他为护全军粮草，被敌军淬毒箭矢贯穿肩胛所留。这本该是留在族谱第一页的功勋，今日就抵你赵文天殿前失仪，冒犯天威之罪。这一刀是北境戍边10年，雪夜遭遇敌军突袭，他为守住烽火台，与10倍敌军血战至天明，被敌酋弯刀劈开几倍所遗，深刻剑骨，几乎将他斩成2段。今日就抵你赵文天骄奢淫逸、辱骂功臣之后之过。臣教子无方，愧对殿下，愧对将士。这一刀是平定义渠叛乱时，他为救陷入重围的同袍，以身挡刀，骨头尽碎，在床上躺了半年才险些捡回一条命。今日就抵你潘玉口出狂言，藐视皇室之罪。这一出是治理黄河水患时，堤坝溃决在即，他带头跳入汹涌洪流，以身堵漏，被翻滚的巨石撞击胸口所伤，肋骨断了3根，吐血不止。今日就抵你潘玉仗势欺人，冲撞銮驾之过。微臣无能，愧对陛下和殿下的信任。今日你们之所以能在此锦衣玉食、耀武扬威，仗的不是你们爹头上的那顶乌纱帽，而是当年他们在尸山血海里一刀一枪，用血肉之躯为你们、为大钱的江山拼搏出来的功勋。你们挥霍的每一分银钱，沾染的是他们和无数埋骨沙场的将士未干的血汗。潘玉、赵文天，你2人现可知罪。我等罪该万死，甘愿领受一切责罚。逆子若非长公主殿下于微末中招兵买马，亲临战阵，屡屡身先士卒，哪有我赵继昌的今日啊？为父身上这点伤，不及当年殿下的1分之一呀！当年先帝驾崩，朕年幼继位，外有强帝环伺，内有党锢相争，是皇姐以一己之力铲除毒瘤，外御强敌，内抚黎民，一步步带领大钱走到今日之昌盛，连朕都如此钦佩。尔等好大的胆！就是，若要是没有长公主啊，我们就成了亡国奴了。哪还有今天的富贵？还有，你们竟敢问与殿下有何不同？
我告诉你，你这话说出来都让别人笑话。既已认罪，那父辈功勋便抵尔等罪过。接下来这一鞭，便是治你们2人御下不严，教子无方之罪。看鞭！爹！殿下，罪民已知错，甘愿受一切责罚。求殿下饶过父亲！求殿下饶过父亲！既已知错，那希望你们能记住今天的教训，记住你们父亲的伤势从何而来，记住你等今日富贵是凭何而至。这一鞭，就当是给你们的一个教训。谢殿下教诲，臣明日便去参军，为国捐躯。去哪儿啊？干爹，儿子不想死啊！是我不该得罪长公主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干爹，快救救儿子吧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谁是你干爹呀？把他拖下去，干净利索点，别脏了朕和皇姐的眼睛。干爹，这东西啊！干爹！今日，姐教你的东西可学会了？铭记于心。那就回去写个1万字的检讨吧。好好反省反省，这朝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蛀虫？就你现在这样，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皇上，吉时已到。这大婚的繁文缛节有那么多，这一会儿得折腾多久啊？麻烦死了。芊芊，我陆明远对天发誓，绝不负卿。若违此事，天地诛之。夫人，小姐今天很漂亮，很幸福。哎呦，太配了！瞧，朕就说这陆明远一表人才，与芊芊真是天作之合。看这场面够气派吧？气派。这普天之下只有朕才有这样的场面。哎呀，朕心甚慰，甚慰啊！陛下，老奴特别高兴能看到长公主殿下血脉绵延，看到安宁公主寻得良人，先帝先后若是在天有灵，也定然欣慰的。这店里的凤纱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娘，哎，都多大人了，还毛毛躁躁的，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。快回去，快回去！哎呦，